香港係會受到地震嘅威脅，發生過一次7級以上嘅大地震啦。7月5號嘅預言真係要高啲嘅山，而且到島啊係會安全啲。大家好，我係張清峰，香港求生及防災協會嘅創辦人。香港本身係有機會面對地震同埋海嘯都係有機會嘅，咁因為香港以南有一條叫做濱海斷層，咁其次就係香港嘅東南邊咧就有一條馬尼拉海溝啦。當馬尼拉海溝發生呢個強烈嘅地震嘅時候咧，香港係會受到海嘯嘅威脅嘅，咁所以其實香港本身雖然呢100年啦，大家都冇聽過話香港會有地震或者海嘯，但係香港的確係會面對呢啲災害嘅威脅嘅。而且根據歷史過往嘅數據咧，其實1918年咧南澳都係發生過一次7級以上嘅大地震啦。咁當時咧全香港都感受到震動嘅，而且咧都有一啲嘅建築物，例如係西半山嘅學校啊、赤柱嘅學校咧，都係建築物損毀啦。咁喺嗰個慌亂嘅過程當中咧，亦都有人係因此死亡嘅。咁但係當時天文台就因為初建立啦，就未係有好完整嘅記錄又或者通報機制，咁所以就呢一單歷史就比較遙遠，大家都忘記咗啫。呢啲數據都顯示咗香港係會受到地震嘅威脅啦。香港嘅建築物雖然冇受到防震規例嘅管制啦，咁但係咧其實都係有呢個抗風措施。香港嘅建築物咧，響1950年之後咧已經係訂立個標準，係可以抵禦到每小時250公里嘅風速嘅一個抗風嘅能力㗎啦。咁相比之下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定嘅抗震能力。咁啊，當時立法會就評估，其實即使香港面對7級嘅地震咧，市面嘅建築物咧都係唔會有一啲好重大嘅損毀。咁呢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咯。如果香港真係發生地震嘅話，第一啲山坡上嘅建築物一定會係高危啲啦，因為佢地震咧都有機會引致山泥傾瀉嘅情況啊，又或者一啲土壤液化嘅問題啦。因為譬如歷史咁樣啦，其實618水災係響西半山嘅寶山道同埋旭龢道發生山泥傾瀉啊嘛，咁其實呢一啲咁陡峭嘅山坡，即係再加上地震嘅時候咧，其實可能嗰個土壤液化啦，又或者山泥傾瀉問題都會係嚴重嘅。其次嘅就係一啲危樓啦，即係本身可能佢嘅結構都已經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咧，咁嗰啲都可能需要進行呢個緊急嘅撤離咯。其次嘅就係要留意嗰個交通癱瘓啦，即係例如係呢個屯門公路啊，即係一啲公路咧，其實佢可能只係得主要出入口嘅時候咧，當山泥傾瀉嘅時候，其實都有機會造成呢個交通癱瘓咯。咁所以呢啲都可能要特別留意咯。如果真係面對地震嘅時候，冇一個叫做絕對安全嘅地方啦，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。首先要睇個海嘯嘅規模啦。咁一般歷史嘅海嘯嘅規模都係講緊10至40米嘅時候咧，其實反而流向屋企咧，第一屋企係一個最熟悉嘅環境啦，咁啊亦都有最多物資啦，咁其實相對係會安全啲，尤其是對於啲普遍市民啦，又或者啲長者啊、孕婦啊、小朋友咧，相對留喺屋企係會合適啲嘅。咁至於你話再大規模少少嘅海嘯，即係可能講緊50-60米以上嘅話咧，就係應該要往高地去走嘅。我都睇過啲預言講7月5號嘅預言，話有成超過100米、200米咁樣嘅海嘯。咁嗰啲當然係一個好極端嘅諗法啦。如果要諗到呢啲嘅話咧，就可能真係要高啲嘅山，而且車路可以到到啊。咁但係如果車路到到，又要考慮交通癱瘓嘅問題。其實太平山係車道嘅，不過呢啲時候即係大家都去暫避嘅時候，你亦都未必可以揸到車上去上邊。咁所以喺中間交通擠塞嘅時候遇到海嘯，其實都係危險。咁所以反而可以嘅話，留響一啲建築物入邊係會安全啲。除咗往高地走去暫避咧，亦都要留意當呢啲咁大規模海嘯退去之後咧，衍生嘅一啲嘅衞生問題啦、資源短缺問題啦，又或者傳染病嘅問題咯。其實香港冇天災呢個係
大家遺忘咗啫。又或者咧，身邊其實即係例如係山竹啊、天鴿啊，又或者係最近嘅500年一遇嘅暴雨啦，即係山竹就造成大量嘅冧樹啦、建築物損毀啦，同埋個交通癱瘓啦。咁至於嗰個暴雨，亦都會有人傷亡啦。咁其實呢一啲都係香港面對天災嘅威脅。香港人嘅防災意識當然就有待改善啦。咁其實防災唔單止係講緊生同死啦，而係當你面對災難嘅時候，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個相對舒適嘅環境俾自己，又或者俾屋企人呢？咁其實呢個都係要考慮嘅嘢，亦都係防災希望可以做到嘅嘢。其實喺香港咧，因為嗰個生活環境咁狹窄啦，咁所以最先會建議大家一定係執好屋企嘅求生包，係啦，咁就提供到72小時以內嘅一啲生理啊，同埋一啲基本嘅生存需求咯。最基本嘅就係食物同水啦、哨子啊、電筒啊、濕毛巾啊，又或者一啲後備衣物啦。咁當然入邊其實個內容呢，好視乎你係面對啲咩災害，同埋當你面對啲咩災害嘅時候呢，你會採取乜嘢嘅應變策略。其實只要執好個求生包嘅時候，即使屋企有突發事情呢，都可以下一步係去到一啲民政處嘅臨時庇護中心暫避啊。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個面對災害嘅時候可以做到嘅嘢嚟。嚟緊嗰個氣候轉變啦，呢一啲嘅500年一遇啊、1000年一遇嘅暴雨啊，或者一啲超級颱風嗰個情況都會越嚟越密集啦。即使你留響一啲嘅石屎樓、一啲室內位置咧，爆玻璃啊、停電啊，其實對於成個城市生活啦，都係好大影響。冇 lift 啦，冇水啦，大廈生產出嚟嘅垃圾啦，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影響我哋嘅生活嘅。我哋都相信香港係當有災難發生嘅時候呢，就係一啲公共嘅建設，即係例如渠務署、警察啊、消防處啊，佢哋提供嘅一啲應急服務，去有事嘅時候呢去做一個應急啦。但係其實喺防災嘅角度呢，如果我哋由市民開始出發，無論係自助啦，即係自己學識得點樣喺災難之前做準備啦，喺災難嘅時候點樣應變啦，又或者透過互助，即係喺個社區一啲嘅義工服務啊，又或者大家建立一個社區嘅互助網絡呢，其實當真係面對災害嘅時候呢，一嚟成個社會喺面對災害嘅時候會更加之有效咁樣應變啦，二嚟亦都減少損失，亦都可以減少嗰個工作嘅壓力咯。